你炒股票炒咗幾多年？如果你的股齡係超過18年的話，咁就代表你親身經歷過當年嗰場席捲全球嘅金融海嘯。但係你又知唔知有一種金融衍生產品曾經喺嗰場海嘯期間極度流行，甚至可以話係引爆危機嘅核心導火線之一。而今時今日呢一隻產品正喺華爾街悄悄地再次活躍起上嚟呢？到底呢種產品嘅重現有冇可能預示住另一場金融海嘯有機會重臨？大戶係咪已經靜靜雞買好晒保險，準備逢高派發，等住散戶去接火棒？今日我哋就深挖一下呢個潛在嘅市場炸彈，仲特別請嚟債券同綠燈交易信號嘅開發者 Gary 同大家深度拆局。喺 Gary 分享佢嘅專業數據同分析之前，由我先講幾句背景，同大家回顧一下嗰段觸目驚心嘅歷史。2008年嗰陣時，我喺度做緊乜嘢呢？當年我啱啱大學畢業，大約1年左右，嗰陣時我喺一間華資券商度做嘢，可以話係企喺金融界嘅最前線，親眼見證住成個金融海嘯由醞釀到爆發嘅完整過程。我到而家都仲好深刻咁記得，喺雷曼兄弟宣布倒閉嘅前一晚，我其實放緊大假喺外地旅行緊。當我喺酒店房個電視機度睇住新聞直播，見到華爾街班金融才俊執包袱行出大廈嗰一刻，我成個人呆咗，咩旅行嘅心情都冇晒，成個腦入面淨係喺度諗，我過2日放完假返到中環個辦公室，到底會面對一個點樣嘅環境？會唔會連我自己間公司都撐唔住？會唔會啲客輸到上嚟淋紅油？嗰種對未知嘅恐懼係真正嘅如坐針氈。可能有部分年輕少少嘅觀眾或者入市年資未夠深嘅朋友，未必真係好清楚2008年到底發生咗咩事，淨係聽過雷曼迷你債券，搞到好多阿公阿婆血本無歸。以下將會係一個非常通俗，盡量唔用艱澀術語，但係直擊核心嘅歷史回顧。首先，當年美國房地產市場出現咗一種極度瘋狂嘅借貸現象。簡單嚟講，就係銀行為咗跑數做生意，竟然會借錢俾一啲根本完全冇還錢能力、冇固定收入、冇資產嘅人去買樓。呢啲就係大家都聽過嘅次級房屋貸款，簡稱次貸。呢種做法喺短時間內推高咗樓價，製造咗一種極度虛假，猶如空中樓閣一樣嘅樓市繁榮。跟住落嚟，華爾街有啲極度聰明嘅投資銀行家，佢哋睇住呢個泡沫越吹越大，心諗既然樓市咁旺，不如我哋將呢啲次貸，或者準確啲嚟講，係將呢堆隨時準備違約變廢紙嘅爛債重新包裝過。佢哋將成千上萬張嘅房貸合約捆綁埋一齊，透過複雜嘅金融工程切割成分層嘅債券，再俾評級機構印上最高安全級別嘅印章，包裝成一啲睇落去非常穩陣、收益率又好靚嘅金融產品，然後再賣俾全世界嘅其他投資機構、退休基金，甚至係散戶。呢個做法令到全球嘅投資者都以為自己買緊一啲低風險高回報嘅好嘢，大家齊齊開心收高息。但係狂歡總有完結嘅一日。再之後，華爾街入面有另一批更加觸覺敏銳嘅金融機構同對沖基金經理，佢哋落區做盡職審查嘅時候，發現原來嗰啲借錢買樓嘅人，連狗嘅名義都可以借到錢。佢哋開始察覺到呢個房地產泡沫根本撐唔住，樓市隨時會斷崖式下跌。咁點算好呢？佢哋想做淡，想從中獲利，或者保護自己嘅資產。於是金融市場就衍生咗一啲針對呢啲債券嘅金融保險，專門賣俾呢班有避險或者投機需要嘅人。其中最出名、最具殺傷力嘅一種就係信用違約掉期。呢個信用違約掉期嘅概念其實好簡單，你當佢係一份保險就得。假設我覺得某批樓按債券會違約，我就去買呢份信用違約掉期。只要我每個月俾少少保費，萬一嗰批債券真係出事爆煲，賣呢份保險俾我嘅機構就要賠一大筆錢俾我。大概嘅故事脈絡就係咁樣。當然，以上係一個極度通俗嘅說明，真實嘅金融操作細節肯定係複雜千百倍，牽涉到無數嘅場外交易同槓桿疊加。但無論如何，後來發生咗咩事，歷史已經話咗俾我哋知。美國樓價真係見頂暴跌，無數業主斷供，嗰啲俾有心人包裝過嘅次貸產品固然火燒連環船咁出晒問題，變晒廢紙。但最恐怖嘅係，買咗呢啲金融保險嘅人，即係頭先提過揸住信用違約掉期合約嘅投資者，佢哋以為自己做足對沖，以為可以坐定定喺度等收保險金大賺一筆。點知因為違約嘅規模大到超乎所有人想象，連賣保險嗰啲超級跨國金融機構，例如美國國際集團呢啲巨無霸，都因為賠唔起天文數字嘅賠償金而面臨破產。俗啲講句，即係連個莊家都爆埋廠。最後嘅結果就係骨牌效應一發不可收拾。
信貸市場完全凍結，引發咗嗰場令無數人傾家蕩產嘅全球金融海嘯。講完2008年嘅歷史，重點嚟啦，你知道嗎？呢次曾經引發毀滅性災難嘅信用違約掉期，喺2026年嘅今日，似乎又再一次喺華爾街重新活躍起嚟，而且針對嘅目標係大家都意想不到嘅板塊。而家就請 Gary 出場，幫手為大家做一個更加仔細、更加深入嘅數據說明。多謝 Ray 講咗信用違約掉期嘅前半生，用好生動嘅方式帶大家重溫咗嗰段歷史。而家輪到我嘅部分。不如我哋一齊睇睇今次重出江湖嘅信用違約掉期同過往2008年嗰次到底有咩根本上嘅分別？如果一講起信用違約掉期，大家第一時間肯定會記起金融海嘯嗰段黑暗歲月。嗰陣時嘅核心問題係圍繞住美國房地產市場嘅次級貸款，係底層資產質素極度惡劣所引發嘅危機。其實最近呢幾個月，信用違約掉期又喺華爾街嘅機構交易員之間頻頻出現，交易量顯著上升。但今次嘅主角就完全唔關實體房地產事，而係關於大家個個投資組合入面都有，一直被視為增長引擎嘅美國科技股板塊。大家如果有留意大市都知，美國科技股喺今年第一季嘅表現其實真係麻麻地，甚至可以話係出現咗疲態。市場上面嘅資金除咗開始冷靜落嚟，重新考慮呢啲科技巨頭嘅估值會唔會已經炒得太貴，透支咗未來幾年嘅增長之外，甚至乎對全球宏觀經濟前景、通貨膨脹會唔會死灰復燃，以及聯儲局未來嘅利率走向，都產生咗好大嘅擔憂。高息環境維持得越耐，對科技股呢類依賴未來現金流折現嘅板塊就越不利。喺呢個充滿變量嘅大環境之下，華爾街嘅大行，例如摩根大通，其實已經正式做好準備去應對科技板塊潛在嘅巨大風險。最近，摩根大通就喺場外衍生工具市場推出咗一個全新嘅信用違約掉期板塊組合。呢個組合唔係針對啲咩垃圾債券，而係直接針對一籃子全球最頂尖、市值最高嘅科技巨頭，裏面包含咗 Alphabet、Amazon、Meta、Microsoft 同埋 Oracle 呢啲巨無霸。摩根大通推出呢個產品嘅目的好明確，就係針對呢啲科技巨頭所發行嘅龐大企業債務，為機構投資者提供一個信用風險嘅對沖工具。當然，亦都包含咗俾對沖基金用嚟投機做淡嘅功能。對於成個金融市場嚟講，到底呢個係一個純粹嘅避險工具，定係一場部署緊全面做空科技股嘅世紀賭局呢？我哋首先要深入了解一下產品本質。信用違約掉期呢個字你可能聽過好多次，但實質嘅運作機制係點樣呢？為咗等大家容易啲明白，其實你可以將佢當做一份對賭某間公司會唔會破產違約嘅意外保險。舉個好貼地嘅例子，例如當你個好朋友問你借咗2萬蚊，你本來信得過佢，但係後來你聽到風聲話佢周圍爭人錢，你開始驚佢走數。當你叫佢還錢之後，佢竟然發脾氣走佬避債，呢個時候你嚿錢就凍過水。但如果你一早已經幫呢筆債務買咗張信用違約掉期，咁就算你個朋友真係走佬，都會由發行呢張合約嘅保險公司或者投資銀行全數賠償你損失嗰2萬蚊。大家可以將呢個概念放大套用落金融市場度。如果呢一籃子入面其中一間科技巨頭因為過度投資或者現金流斷裂，真係發生咗債務違約事件，摩根大通呢個時候就充當咗保險公司嘅角色，根據合約條款賠錢。佢提供呢張信用違約掉期俾一啲手上揸住大量科技巨頭債券嘅機構投資者，等佢哋可以安枕無憂咁對沖科技股嘅債務違約風險。不過有一點要非常清晰咁同大家講，一般嘅散戶投資者，就算你買咗好多科技股，你都未必有資格或者財力可以用到呢張信用違約掉期去做對沖，因為呢張合約嘅入場門檻係極之高嘅，每張合約嘅基本面值高達2500萬美元。呢個絕對係一個天文數字，擺明車馬就係為咗招呼頂級嘅機構投資者、跨國保險公司同埋大型對沖基金為主，散戶係連入場玩嘅資格都冇嘅。講返轉頭，點解摩根大通會喺呢個時候推出呢個產品？其實呢個產品絕對唔係無中生有、為出而出嘅，背後反映緊一個極之宏大嘅產業變局同潛在危機。如果大家有留意路透社最近嘅一篇深度報道，裏面就明確提到，隨住人工智能嘅熱潮持續發酵，市場上面有越來越多冷靜嘅聲音，開始擔心人工智能領域係咪已經形成咗一個巨大嘅泡沫。我哋睇返啲數據，華爾街預計呢幾間科技巨頭單喺2026年投放喺人工智能基礎建設同研發上嘅資本開支將會超過6000億美元。6000億美元係一個咩概念？
呢個數字比起2025年嘅4100億美元係一個極度誇張嘅大幅成長。為咗應付呢啲天文數字嘅開支，呢幾間科技公司包括 Alphabet、Amazon、Meta、Microsoft 同埋 Oracle 喺舊年其實已經開始喺債券市場瘋狂抽水，大量發行企業債券。而今年發債嘅規模甚至比舊年更加龐大，簡直係停唔到手。其中特別值得留意嘅係 Oracle 甲骨文。市場預期甲骨文喺2026年嘅時候，為咗要喺激烈嘅雲端計算，市場度同微軟、亞馬遜夥併，會利用發行債務同埋股權融資嘅方式，合共投資450億至500億美元，去大幅擴充佢哋嘅雲端基礎設施同數據中心能力。而 Meta 亦都唔執輸，朱克伯格為咗搞元宇宙同埋自家嘅大語言模型，早排亦都有消息提到，佢哋準備發行一筆規模高達300億美元嘅巨額債券。主要用途就係用嚟支撐背後極度燒錢嘅人工智能基建開支，買最頂級嘅芯片同埋起超級計算機。其實過往呢啲科技巨頭俾市場嘅感覺係超級印鈔機，手頭上現金多到用唔晒。但係喺呢場人工智能軍備競賽入面，佢哋而家唔單止係燒緊自己公司嘅現金，連借返嚟嘅債都瘋狂咁燒緊。甚至乎，如果你有留意債券市場嘅極端新聞，你會留意到 Alphabet 早前竟然發行咗一條年期長達100年嘅超長期債券。你絕對冇聽錯，我都冇講笑。Google 呢張企業債券係要去到2126年先至會到期。買咗呢張債券嘅投資者，其實真係可以考慮將佢當作一份傳家之寶，當係一份心意送俾自己嘅子孫。你可以同個孫講，阿爺當年都算係 Google 嘅大債主，而家將借據留俾你，有需要嘅時候或者去到下個世紀，你就可以攞住張票去問 Google 攞返啲本金。呢種極端嘅融資行為，反映咗科技巨頭對長遠資金極度渴求。睇完科技股最新發出嘅龐大債務規模，大家可想而知點解摩根大通呢啲大鱷會聞到血腥味，會留意到針對呢啲科技債嘅信用違約掉期係極具市場潛力。其實呢啲金融對沖工具嘅定價機制，就係將市場對風險嘅擔憂精準咁量化成具體嘅數字。譬如，當市場開始越來越擔心呢啲科技公司燒錢燒得太快，未見到盈利回報，就已經負債累累，擔心佢哋嘅還債能力出問題嘅時候，通常呢啲信用違約掉期嘅報價數字就會好似火箭咁越飆越高。舉個最真實嘅數據例子，我哋最近喺3月尾嘅時候就發現 Oracle 嘅信用違約掉期報價已經飆升到歷史高位，個數值由上年2025年嘅36點子瘋狂急升到現時嘅198點子。呢個198點子嘅數值代表住市場對 Oracle 違約嘅預期急劇升溫。更加得人驚嘅係，呢個數值比起2008年金融海嘯最恐慌嘅時期仲要高。大家可以睇睇畫面上呢幅圖表，你會見到就算係上年2025年美股出現過一次比較大幅度嘅回調，當時呢個信用違約掉期嘅點子都冇咁高。但係喺上年下半年，人工智能概念炒到最狂熱之後，呢個風險指標反而就一直飆升上去，完全冇回頭嘅跡象。如果而家摩根大通有個私人銀行職員打電話俾你，同你講，陳生，見你個戶口買咗咁多科技股，賺咗唔少狗，為咗安全起見，不如將信用違約掉期做下對沖啦。雖然入場門檻要2500萬美金，但買個安心呀嘛。喺呢個時候，如果你有睇到我哋今日呢段片，你就可以好有底氣咁回應佢，2000幾萬就唔係咩大問題。但係你呢張合約而家嘅對沖成本實在太貴啦，而家要俾嘅保費分分鐘仲貴過2008年金融海嘯嗰陣時嘅水平，性價比極低。我講呢個虛構嘅對話，主要是想帶出一個重點，就係而家創晒紀錄新高嘅信用違約掉期，用佢嚟做對沖，到底有幾昂貴？首先，當你想對沖 Oracle 嘅違約風險，你簽合約嗰一刻，前期費用就要先付一筆巨款。實際金額視乎當時市場波幅，未必一定係一個固定嘅數字，但大家知道有呢個極高昂嘅入場費概念就可以。另外，假設 Oracle 喺合約期內仍然健在，繼續營運，冇違約，作為買家，你每年都依然需要定期交呢個極度昂貴嘅保費。喺而家呢個風險定價嘅情況嚟講，如果你想買一份名義對沖金額係1000萬美元嘅合約，你每年要交嘅保費大約已經差不多接近20萬美金。而且通常係需要每一季按比例付款，呢個持倉成本係極之沉重嘅。好啦，假設最壞嘅情況真係發生 ，Oracle 真係無端端宣布破產違約，咁點賠法呢？其實如果到時佢嘅債券市場價格跌到只剩下10蚊，信用違約掉期嘅發行商就會賠償面值同剩餘價值嘅差額，即係賠返90蚊俾買家。
既然對沖成本咁貴，我哋不如又睇下實體債券市場嘅表現。如果我哋睇返 Oracle 一張喺2051年先至到期嘅長期債券，佢嘅債券價格如果由2021年全球寬鬆政策下嘅債市歷史高位開始計算，一路跌到目前為止，其實已經累積損失咗高達 45%。一張被視為穩陣收息嘅投資級別企業債可以跌近一半，情況相當誇張。我哋順便再睇埋其餘幾間科技巨頭，大約8至10年期左右嘅中期債券表現，例如 Microsoft 嘅債券，相對於舊年9月份嘅高位，已經跌咗大概 4.5%。另外 Oracle 喺2034年到期嘅債券，亦都跌咗大約 9%。Google 嘅債券大約亦都跌咗 4.5%。而 Meta 嘅債券因為喺舊年11月先至發行，歷史比較短，但係由發行初期嘅高位計，亦都已經跌咗 4.5%。我哋講到呢度，不如做一個小總結。摩根大通而家推出嘅呢個信用違約掉期組合，其實好清晰咁反映咗金融市場上面最醒目嘅資金，已經深刻意識到科技板塊喺瘋狂發債背後隱藏嘅巨大風險。呢啲華爾街大戶或者巨型機構投資者，例如大型主權基金、跨國保險公司，佢哋手上可能已經持有價值連城嘅一籃子科技公司債券。為咗減低持倉上面潛在嘅違約風險同埋賬面虧損，佢哋有兩個選擇。第一就係直接喺市場上無差別咁沽出手上嘅科技公司債券，但咁做會引發踩踏效應，令債價跌得更慘。某程度上，呢種避險情緒喺早排已經喺市場上形成咗一定嘅沽售壓力，令到債息抽升。而正正係呢張信用違約掉期嘅出現，提供咗第二個選擇，一個非常重要嘅緩衝。首先，大戶買咗保險之後，就唔需要恐慌地喺市場拋售實體債券，有助穩定債市。其次，萬一真係大吉利是，有科技巨頭因為過度投資人工智能而搞到資金鏈斷裂違約，呢班大戶亦都會透過信用違約掉期獲得巨額賠償，大幅減少佢哋龐大倉位嘅虧損。最後一樣想同大家分析嘅就係頭先提及嘅呢幾間科技巨頭，例如 Microsoft、Oracle 或者 Google， 其實佢哋發行嘅債券喺傳統金融市場嘅評級制度入面，都係屬於非常穩健嘅投資級別債券。所以坊間極之多嘅強積金、退休基金或者收息概念嘅交易所買賣基金，其實都好大機會持有重倉呢一類型嘅科技巨頭債券。而我哋睇返圖表，呢幾條指標性嘅債券喺上年2025年嘅時候，佢哋嘅價格高位其實係發生喺9月份左右嘅時間。當然，作為一般朝九晚六要返工嘅散戶投資者，根本未必有足夠嘅信息同時間去容易意識到或者留意到債券價格原來已經見咗高位，甚至開始轉勢向下。我本人係喺一間持有證監會牌照嘅金融機構度工作，日常業務亦都有負責幫一班高淨值嘅客戶管理佢哋嘅資產配置。其實早喺上年9月份嘅時候，我已經透過系統發出咗一個非常明確嘅信息俾我所有嘅客戶。個信息主要係關於提醒佢哋當時嘅債券市場，無論係國債定係企業債，價格好大機會已經處於一個過熱嘅狀態，未來再向上升嘅幅度同埋水位空間已經非常之有限。喺當時嗰段文字通訊入面，你亦都會睇到，我哋特別提醒客戶要留意手頭上持有嘅債券基金，價格可能會喺短期內出現顯著向下調整嘅情況。甚至乎我哋喺上個月，即係2月16日嘅時候，亦都正式亮起咗一盞黃色嘅信號燈，強烈提示債券市場喺呢個時間點開始需要採取一啲實質嘅風險管理措施，例如做一啲分段減持嘅動作，將利潤先行鎖定。點解我哋可以咁早洞察先機呢？因為透過我自己經過多年回測同埋實戰所設計嘅股債溫度計系統，喺上年9月份嗰段時間，我哋嘅底層數據模型已經捕捉到債券價格嚴重偏離基本面，呈現極度過熱嘅狀態，所以當時系統已經自動出現咗紅色嘅過熱指標，甚至乎如果精確啲講，喺9月29日嗰日，呢個溫度計指標已經非常之接近100至99呢個極端超賣嘅水位。呢個數據絕對反映咗喺當時嗰個價位再去盲目追入買債券，佢嘅值博率同埋潛在回報已經變得非常之唔吸引，反而承受嘅下行風險極高。我哋呢個債券紅綠燈嘅算法信號，除咗有頭先提到嘅呢盞黃燈，用嚟溫和提示大家去分段減持、逐步套現之外，接下來如果宏觀數據進一步惡化，
系統仲會有一盞代表極度危險嘅紅燈會着起，用嚟預示成個金融市場好大機會即將面對一波更劇烈、更具破壞性嘅洗盤波幅。我非常之希望可以透過呢個將複雜宏觀數據簡化而成嘅紅綠燈信號，可以好直觀咁提示到大家，時刻保持警覺，定期去重新評估自己手上持有緊嘅一啲投資物，到底抗風險能力夠唔夠？如果大家對於我哋團隊研發嘅呢套量化策略有興趣，想緊貼大市脈搏嘅話，記得繼續密切留意我哋未來嘅動向同數據更新。多謝 Gary 咁詳盡、充滿數據支持嘅專業分享。聽完佢嘅分析，我都想喺度補充多幾點我自己對於目前宏觀市況嘅個人觀點，希望可以俾大家一個更立體嘅參考。首先，我認為2026年未必會100%完美複製2008年嗰種摧枯拉朽嘅末日級金融海嘯。點解咁講？基於客觀因素分析，自從雷曼事件之後，全球央行同埋金融監管機構嘅法規，例如巴塞爾協定對銀行資本充足率嘅要求，都比2008年嗰陣時嚴謹咗非常之多。金融體系嘅抗震能力的確係提升咗。不過凡事冇絕對，信用違約掉期呢種被稱為大規模殺傷力金融武器嘅衍生產品再次活躍，並且價格飆升。喺某個深層意義上，都強烈代表住市場上嗰批掌握最多信息、最頂尖嘅聰明錢，已經用真金白銀去買定天價保險。俗語都有話無風不起浪，佢哋好可能已經喺堆砌人工智能繁榮嘅財報背後，聞到一啲唔尋常嘅妖味。我哋作為一個資源有限、信息相對滯後嘅個人投資者，絕對應該要提高12分警覺，唔可以俾市場嘅樂觀情緒蒙蔽雙眼。至少喺而家呢個風高浪急嘅市況下，有以下兩件極度重要嘅事，係每一個散戶都必須要切實執行嘅。第一就係你嘅投資組合必須要保持高度嘅分散性，千祈唔好將所有雞蛋放晒喺同一個籃入面。你要持有多種唔同關聯度嘅資產，例如股票、優質短債、黃金，甚至係一定比例嘅定期存款。當科技股板塊如果真係出現插水式回調，你其他嘅資產依然可以發揮避震器嘅作用。第二，亦都係最重要嘅一點，就係喺目前呢種不明朗嘅市況下，絕對唔可以濫用槓桿去炒賣。同時間，你要喺身邊保留比平時更加多嘅現金作為應急錢，特別係講到槓桿，大家真係要慎重再慎重。孖展借貸雖然可以放大回報，但當個市逆轉嘅時候，被斬倉嘅速度同埋破壞力係會令你永不翻身嘅。我哋一開始嘅時候提到2008年嗰場由次按引發嘅金融海嘯，但大家要明白，一場咁巨大嘅危機，佢相關嘅餘波同埋對實體經濟嘅破壞性影響，喺及後嗰幾年其實係一直持續發酵緊嘅。而好多時候喺危機爆發中後期先至出事爆煲，甚至倒閉嘅金融機構或者個人投資者，死因往往都離不開兩大死穴。第一就係極度貪婪咁大量重倉壓住落去單一嘅高風險資產度，第二就係過度使用高倍數槓桿。講起槓桿爆倉，我好深刻咁記得，去到2011年嘅時候，當年全球經濟啱啱喘定冇耐，我當時轉咗去另一間美資背景嘅大型金融機構度返工。嗰間係一間喺美國華爾街掛牌嘅上市公司，香港嘅寫字樓就設喺中環某甲級商業大廈。我哋公司樓上高幾層就啱啱好有另一間同樣係美資背景嘅跨國金融機構，佢哋個名叫 MF Global。呢間公司雖然唔算係摩根大通或者高盛嗰種超級宇宙大行，但喺衍生工具同埋大宗商品經紀業務領域，絕對係全球知名響當當嘅老字號。如果我嘅記憶冇記錯嘅話，佢哋當時嘅行政總裁正正就係曾經做過高盛集團高級管理層，甚至做過新澤西州州長嘅金融界猛人 Jon Corzine。有咁頂級嘅管理層坐鎮，理應穩如泰山。但好不幸地，佢哋嘅管理層竟然喺風險管理上犯下彌天大錯。佢哋不但只利用極高嘅槓桿去豪賭當時處於風暴中心嘅歐洲國家，主權國債絕對不會違約。大家可能仲記得當年震驚全球嘅歐債危機，主角就係大家聽過嘅歐豬五國，即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愛爾蘭同埋希臘。MF Global 買入大量呢啲隨時違約嘅高危國債，博取微薄嘅息差。更令人髮指嘅係，當國債價格大跌，佢哋面對龐大嘅保證金追繳壓力，即係俗稱嘅 call margin 嘅時候，佢哋竟然喺未經授權嘅情況下，非法挪用咗高達數以億計屬於客戶嘅隔離保證金資金，用嚟填補自己公司嘅投資黑洞。結果可想而知，紙係包唔住火嘅。
當市場發現佢哋流動性枯竭，就引發咗大規模嘅擠提，佢哋最後完全冇得翻身，喺極短時間內直接宣布破產清盤。呢一單案係自從雷曼兄弟倒閉之後，美國金融界規模最大嘅金融機構破產案之一，瞬間震驚咗全球嘅大宗商品同埋期貨市場。整件事發生得實在係太過突然，由市場開始有零星嘅負面新聞傳出，話佢哋有財務危機，到佢哋正式入稟申請破產倒閉，我記得中間其實只有短短幾日嘅時間。我仲好清楚咁記得嗰幾日朝早踏着返工嘅時候，氣氛凝重到結冰。我親眼睇住佢哋嘅員工一個二個捧住個裝滿私人物品嘅紙皮箱，神情落寞咁行出大廈離開公司，連遣散費都唔知有冇得賠。嗰一刻，我心裏面真係寒咗一寒。我喺度諗，我都係喺一間美資機構度做嘢，雖然業務唔同，但大家都在同一個金融系統入面，會唔會有朝一日同樣嘅厄運會降臨到我自己身上，輪到我要捧紙皮箱呢？世事往往就係咁諷刺。再過多幾年之後，我曾經任職嗰間以為好穩健嘅美資公司，最終都真係逃唔過倒閉嘅命運，而導致佢哋執笠嘅核心原因如出一轍，都係因為內部冇做好嚴格嘅風險管理，貪圖高回報而過度暴露喺高風險資產之下，最終一夜之間因為爆倉而資不抵債。當時呢單新聞喺業界嚟講都算係轟動全世界。呢啲親身經歷嘅血淚史，未來有機會嘅話，我再開條長片同大家詳細分享當中嘅細節同教訓。無論如何，講咗咁多歷史同埋數據，今日呢條短片嘅核心目的到此為止。最主要都係想苦口婆心咁提醒大家喺投資路上時刻要注意風險，唔好見到科技股日日升就失去理智。市場永遠都有風險，而最致命嘅風險往往出現喺大家最樂觀、防備心最弱嘅時候。如果你認為今日我哋分享嘅內容，無論係宏觀分析定係歷史回顧，對你嘅投資思考有少少價值，有少少啟發嘅話，我好誠意咁邀請你訂閱我哋嘅內容，並且留低一個點讚，呢啲都係對我哋團隊做深入研究嘅最大支持。最後循例都要戴一戴個頭盔，今日影片入面提到嘅所有數據、公司名同埋分析內容，純粹係作為學術分享同埋市場交流嘅用途，絕對唔構成任何形式嘅正式投資意見或者買賣建議。每個投資者嘅風險承受能力同埋財務狀況都唔同，有需要做重大投資決定嘅朋友，請你務必記得進一步去諮詢相關嘅合資格專業財務顧問人士。好啦，我哋下一條短片再見，拜拜。